開啟企業成功法門，透視各行業發展前景。財雄勢大，主持吳明林、麥瑞才。阿教授，退市嘅問題咧，真係令到我哋啲小投資者真係無所適從啊！冇錯啊！嗱，我今日訪問阿黃文河，黃文河咧就係資深嘅資本市場人士咧。嗱，我想問黃生一條咁嘅問題。係嗱，假定嘅退市啊，即係我唔知佢咩時候啊，佢睇下點樣啦嚇。但係我假定嘅退啊，即係而我又估到幾時退咁先算啦嚇。咁究竟如果真係退市啊，喺市場上嗰啲股票啊、金屬啊、匯市啊，會出現咩變化咧？我應該點做咧？咁其實而家嗰個國際市場都係一個一體化嘅市場。而嗰個消費可能就正如喺美國，佢哋都係一路係催谷緊一啲新興嘅市場。去即係開始將嗰啲資產提高，而係將嗰啲一部分一啲即係中產嘅人咧就越嚟越增加。咁而係喺嗰個退市個環境裏邊咧，一定要俾呢啲咁嘅地方係有一個準備，亦都有一個知道點樣去處理佢哋如果當危機嚟嘅時候。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咧，係要真係要大家會係盡量去明白到你嗰個時間同埋你嗰個經濟個機會嗰個情況係咪可以接受到呢個咁嘅呢個停咗買呢個850億呢個情況。而個投資市場可以講資金一定係留喺美國嗰邊會比較上，即係喺安全啲。OK。咁而某一啲比較上係新興市場咧，亦都未必承受到喺嗰個市場嘅衝擊。咁所以我相信呢樣嘢就可能係喺聯儲局喺美國方面，亦都會同即係周邊啲地方係合作下，就唔係話一廂情願話你要咁樣做就咁樣做。因為佢好多美國嘅海外公司啊，都喺呢啲新興市場噶嘛。咁如果啲新興市場嘅利潤減少，匯翻去美國錢都係少咗嘅啫。係咁樣。喂，咁我可唔可以先咁假定先？嗱，如果一退市咧，就市場上嘅美元會少咗，因此美元會升值。我可以咁講咧？美元就唔會落得太多嘅，其實基本上，因為點解咧？因為美國係自從喺呢個次按之後，而係曾經係俾即係曾經俾普爾 downgrade 過之後咧，咁而美金係曾經有一陣咧，就係個美元嘅危機出現。咁但係現呢個階段咧，譬如我哋睇過美匯嘅指數咧，係雖然落翻去80，咁但係下邊咧，我諗79咧就唔係咁容易咧可以跌穿落去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時間上邊係當個信心翻嚟嘅時候咧，個美元仍然都仲係有機會再上嘅。如果話決定咗退市，即係我唔知邊日啦，理論上係咪應該美元升咧？應該會係嘅，應該會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我就最想了解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美國退市嘅話，減少買債啊，即係美元供應係少咗啦。美元供應少咗，簡單經濟學理論又話俾你聽，貨幣供應少咗啦，咁當然自然個利率會上升啦。咁美息升嘅話，咁應該就對美元有支持啦。咁啲錢咧就會由其他地方流翻去美元啦。咁但係我想了解下啦，譬如話香港，喂，港紙跟美金掛鈎嘅喎，美息升嘅話，即係港息都升嘅喎。咁作為香港人嘅話，咁如果美息上升嘅話，我哋最驚係咩咧？應該點做咧嚇？賣樓啦，咁即係最近嗰啲消息話，即係個樓市可能跌10%啦，係咪先？咁其實香港個環境整體個環境係比以前係改變咗，即係自從真係即係人民幣嘅呢個越嚟越走向國際化之後，咁其實當然啦，最近好多消息都講緊，即係港元嘅一個將來嗰個會唔會好似以前咁值錢啦？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個趨勢嚟嘅，即係始終都係人民幣嗰個一路呢幾年所做嘅嘢咧，都係佢哋都係想係作為一個國際嘅儲備貨幣嘅。咁但係呢個需要嘅時間都可能會好長時間，比較長喎。係啊，嗱，即係阿黃生，我就知道你以前係做即係外匯有關嘅交易㗎。係啦，咁咧就早排嚇，咁就有一個嘅統計，就呢一個嘅國際嘅技術銀行嘅統計。咁香港呢個外匯交易咧就去到世界大約係第6大度啦。咁犀利㗎？係啊。咁但係第6大啫喎，但係咧嗰個佔嗰個世界嘅份額咧係少咗㗎喎。係啊，咁如果睇翻個統計咧，就如果冇
記錯咧，人民幣應該佔全球嘅交易量啦係2.幾%，咁啊港元咧就1.幾%。咁但係其實以前港元咧係有2.幾㗎嘛。其實香港雖然喺亞洲區唔係最叻嗰個，咁啊都係同日本啊、新加坡啊之後啦。咁但係其實都係仲一個好重要㗎嘛。咁譬如話喺人民幣國際化咗之後，咁譬如話香港呢一方面嘅嗰個嘅優勢或者嗰個嘅業務係唔能夠維持得到咧？定係話唔得㗎啦？即係好似有啲嘅內地一啲嘅學者就講話，喂，你香港唔好要港元啦，你不如用人民幣取代啦，咁啊算啦咁樣嚇，你又點睇咧？始終你話如果港元去勾翻嚇，即係曾經一段時間話勾翻去人民幣。咁就變咗大家一齊可以即係同步啦，係咪先？對香港嗰個資產嘅泡沫或者係各方面嘅嘢，會比較上減低好多衝擊啦，係咪？因為但係咧就港元係必須係會存在喺度，咁但係咧就話你話佢個重要性可能咧就將來如果真係人民幣嗰個市場開始開放嘅時候咧，咁我諗港元係基本上係可能你睇下好似澳門咁樣。都係一樣嚇，即係你個存在性喺度，但係個流動性可能就即係流通量就可能係會慢慢減少，係啦。咁你話要改變呢個咁嘅遊戲嘅規則咧，其實真係唔係咁易嚇，因為你好多嘢要配合到。其實我覺得好多時係要喺個時間裏邊去啱時間去做啱嘅嘢，先至係你可以做到。咁但係可以睇到我哋經常喺做嘅決定裏邊咧，好多時都 miss 咗一個最好嘅機會。嚇，呢個係人基本上經常犯錯嘅。係啊。喂，講翻我正話嗰個問題啦，即係如果美國一旦係收稅咁就算啦。咁理論上以往資產價格，不論樓價或者係啲股票價格，都係因為佢咁多流動性就上升啊。咁理論上，如果佢收稅，呢啲資產價格應該有回落㗎喎。所有股票啊、樓市啊，即係同資產相關嘅，都會因此而大幅回落㗎，會唔會呢？可以講就係大幅回落就好睇，究竟個市場係收得幾快？呢個反而係好緊要。咁咧，今次嚟講引致到成個新興市場嘅動亂，都係因為佢太過早嚟嚇，而係引致到個市場個恐慌。咁所以你收幾多，反而咧就唔係一個問題，係最緊要係你嗰個速度嚇。個速度問題，咁但係新興市場咧睇翻啦，即係譬如話早幾年啊講金磚四國啦，即係講巴西啊、俄羅斯啊、印度啊同埋中國啦。咁其實咧就四個入邊咧3個咧都已經冇得玩，啲錢咧就走晒去啦。咁啊睇翻巴西咁啊搞呢一個世界盃喎嚇，跟住嚟緊仲要搞奧運喎，咁啊都幾頭痛。咁啊俄羅斯亦都係一樣啦。咁但係印度先至慘，印度咧本來嗰個經濟增長咧就相對嚟講咧係好快嘅，拍得住中國嘅。咁但係而家咧就降得好慢，不特止嗰啲資金外流，令到佢哋本身嗰個嘅貨幣啊，即係盧比啊，就跌得好犀利嘅喎。咁係唯獨是中國咧，就頂得住嗰種嚇，即係雖然都嗰個嘅經濟增長都減慢咗啦。咁係唔係話其實響新興市場嚇嗰個嘅變化係隨住美國退市會係有啲唔同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以前就講一系列嘅國家話都有好有前景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尾咧。嚟揀去咧，得翻中國嘅啫喎，嚇，即係會唔會咁樣咧？係啊，始終即係中國嘅，即係中國就比較上係啲嘢慢慢嚟，佢就唔會話即係一步就去到嗰度。印度其實基本上所搞呢啲咁嘅嘢，其實都係美國啲投行係即係編咗幾個嗰啲咁嘅新興市場去炒賣。咁所以當一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可能就會上嘅。但係咧，中國嗰個情況咧就比較特別，因為中國嗰個經濟體大，同埋中國嘅內部嗰個消費亦都係好強勁嘅。隨着個市場嘅中國嘅一步一步咁樣去轉變呢，其實係亦都產生咗好多中產一啲有錢嘅一啲中產呢，佢哋嘅購買力都好強。第二呢，就亦都中國嘅政府亦都好小心喺經濟方面呢，亦都係唔想俾外資嚟搞震。咁所以變咗你睇下究竟佢所做嘅嘢，譬如係同某一啲國家做啲 currency swap， 即係大家對貨幣兌換啊嗰啲嘢呢，都係喺呢個時間之下係觀望緊個市場整體嘅形勢嚇。咁所以我覺得咧，中國仍然咧落去嘅日子嚟講都係好嘅嚇。OK， 即係個前景嘅美好嘅。個前景仲係 OK。好，咁啊，我希望就係以此嚟終結今日嘅訪問啦。好，多謝你，黃生。多謝你，黃生。多謝。解構企業成功之道，分享創富經驗，財雄勢大。